乖乖地日夜或者早晚咁樣搽，大概個零兩個禮拜咧，你就會見到明顯嘅效果㗎啦。真係要素顏俾大家睇下呢，其實皮膚膚質真係好有改善。例如有暗瘡印啦，有一啲疤，又或者係暗黑嘅位置啦，全部都可以用嘅。佢裡面咧有維他命 C 啦，同埋亞油酸嘅成分，可以幫助到你咧美白淡斑之餘咧，仲可以滋潤到你皮膚。好少美白嘅產品咧，可以做到滋潤嘅效果嘅。呢一支重點美白免洗 mousse， 任何地方都搽得，例如腋下啦、比基尼位啦，就算你有任何暗黑嘅位置，例如頸啦、鼻翼兩旁啦，都可以搽嘅。而家超級優惠，原價698蚊，而家係得699蚊3支。任何有斑點嘅位置，例如我呢度有粒斑斑啦，將佢敷咗喺呢粒斑斑上面，大概等2分鐘左右啦。然後呢個位置拍開佢，又或者全面好似當 serum 咁樣搽，就會將你面部嘅膚色均勻。乖乖地日夜或者早晚咁樣搽，大概個零兩個禮拜咧，你就會見到明顯嘅效果㗎啦。